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箴言第8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智慧警戒訓勉全創世以前智慧全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箴言第8章，智慧豈不呼叫聰明，豈不發聲？他在道旁高處的頂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門旁，在城門口，在城門洞大聲說：眾人啊，我呼叫你們，我向世人發聲，說愚蒙人啊，你們要會悟靈明；愚昧人啊，你們當心裏明白，你們當聽，因我要說極美的話。我張嘴要論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發出真理，我的嘴憎惡邪惡，我口中的言語都是公義，並無彎曲乖僻。有聰明的以為明顯得知識的以為正直，你們當受我的教訓，不受白銀，寧得知識勝過黃金，因為智慧比珍珠或作紅寶石更美。一切可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。我智慧以靈命為居所，又尋得知識和謀略。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。那驕傲狂妄並惡道，以及乖謬的口都為我所恨惡。我有謀略和真知識，我乃聰明，我有能力。帝王藉我坐國位，君王藉我定公平，王子和首領，世上一切的審判官，都是藉我掌權。愛我的，我也愛他；懇切尋求我的，必尋得見。豐富尊榮在我，恒久的財並公義也在我。我的果實勝過黃金，強如精金；我的出產超乎高銀。我在公義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。使愛我的承受貨財，並充滿他們的府庫。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，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。沒有深淵，沒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，並世上的土質，我已生出他立高天，我在那裏。他在淵面的周圍畫出圓圈，上使穹蒼堅硬，下使淵源穩固，為滄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過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時我在他那裏為工師，日日為他所喜愛，常常在他面前踴躍。踴躍在他為人預備可住之地，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。眾子啊，現在要聽從我，因為謹守我道的，便為有福。要聽教訓，就得智慧，不可棄絕。聽從我，日日在我門口仰望，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那人，便為有福。因為尋得我的，就尋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華的恩惠。得罪我的，卻害了自己的性命。恨惡我的，都喜愛死亡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8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智慧警戒訓勉全創世以前智慧全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智慧警戒訓勉全創世以前智慧全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。
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，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6章，不可懶惰不作，保奸淫為戶必遭報。第7章，智慧聰明是親人淫婦，誘惑人避孕。第8章，智慧警戒訓勉傳，創世以前智慧傳。想一想，眾人如何被警戒和訓勉呢？